各位網友，你哋好，歡迎大家收睇百年神州風雲人物呢個系列。我係蘇榮陽牧師，呢一回想同大家討論一個非常有趣嘅人物張學良，或者我哋首先睇睇今日嘅筆記先。百年神州風雲人物張學良與西安事變。西安事變係中國近代史嘅轉捩點。日本歷史學家松本一男喺佢嘅本《張學良和中國》呢一本書裏邊有咁講過。在西安事變獲益至高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咗身為國家元首嘅面子，張學良種下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嘅開端。楊虎城也導致被慘殺嘅命運。但對中國共產黨嚟講，大西安事變所賜，紅軍得以新生發展，並最後取得天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日，係託張少帥之福，此言真義啊！中國共產黨一直係將張學良睇為千古功臣。周恩來臨死嘅時候提到有兩個喺台灣嘅人物，佢好想喺死前見佢哋一面。張學良就係其中嘅一位。可見張學良同埋周恩來曾經有過一段千絲萬縷嘅關係。但台灣嘅歷史學家則以為張學良係一個千古罪人，正如胡適所講啊，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好快就可以消滅。西安事變對我哋國家嘅損失係無法彌補嘅。從歷史嘅角度去睇啊，西安事變存疑住好多令人費解嘅問題，甚至直到而家都未能有圓滿嘅答案嘅。比方嚟講，點解張學良要發動呢次兵變，老劫蔣介石呢？之後佢又即刻放走佢，幾日之內佢就變咗卦啦，改變咗原定整個嘅計劃。張學良臨死都冇講出個真相。第二，點解唔單止放走蔣介石，仲願意親自同佢一齊飛去南京？雖然明知對佢嚟講一啲好處都冇，更有可能被判死刑，點解佢仲要咁做呢？點解蔣介石又冇殺佢，佢又軟禁咗佢，軟禁咗佢33年之久呢？點解張學良一直都冇透露西安事變嘅真相，至死都冇解開西安事變之謎？所有呢啲問題都值得我哋去探討同埋研究嘅。首先，我哋睇睇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嘅背景啊。張學良係喺1901年6月3日，係著名嘅軍閥張作霖嘅大仔，亦都係民國四公子之一，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佢喺廣武堂受軍事訓練，受教於教官郭松齡，師生二人關係非常密切，亦師亦友。佢更以炮兵科第一名結業。1928年，父親張作霖被日軍暗殺身亡，歷史稱為皇姑屯事件。佢承繼咗父親做東北軍嘅主帥，並投靠蔣介石，除去北洋政府嘅五色旗，改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喺西安事變之前，發生3件事係值得我哋留意嘅。第一就係所謂918事變啦，又稱為瀋陽事變、奉天事變、盛京事變、滿洲事變等等，係指日本關東軍喺1931年9月18日喺瀋陽市附近發動軍事行動，係佢哋喺1931年武力佔領中國東北全境嘅開端。9月18日，日本駐中國嘅東北境內嘅關東軍炸毀咗南滿鐵路柳條溝地區嘅橋樑一段，並聲稱係遭受中國軍隊有意破壞。當日夜間突然炮轟瀋陽，同時進攻吉林、黑龍江。當晚10點鐘，關東軍炮轟國軍東北駐地北大營，駐瀋陽東北軍多次向北平
當時喺北平嘅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報告遭受日軍嘅侵擊。張學良親自多次對東北軍部將領下令不抵抗、不正面衝突，並且係設置到山海關內。9月19日，日軍就佔領咗瀋陽，接着分兵進軍遼寧同埋其他地區，同埋吉林省、黑龍江省，至到1932年2月佔領整個東北全境，建立咗滿洲國，成立傀儡政權。張學良帶領東北軍退守關內，唔少人稱張學良叫做不抵抗將軍。第二件重要嘅事就係守熱河啦。1933年2月25日爆發咗熱河戰爭，日軍進攻熱河省，蔣介石吩咐張學良力守熱河，點不知佢同熱河省嘅主席呢一個湯玉良放棄職守，再次不戰而退，而中國亦被逼簽訂呢個所謂塘沽協定，熱河失守，平津亦危在旦夕啦。第三件事呢，就係有關圍剿紅軍啦。蔣介石經過5次圍剿紅軍，第5次終於取得勝利，紅軍逃亡，開始所謂嘅25000里長征，最後以延安為根據地。蔣介石喺西安設立所謂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派咗張學良同埋楊虎城合力剿共，但張學良嘅東北軍喺剿共行動中損兵折將，引起蔣介石不滿，於是佢就喺1936年12月嚟到西安督戰，因而爆發咗呢個所謂西安事變啦。西安事變嘅始末係點樣嘅呢？係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再次嚟到西安，佢對自己嘅安全並冇特別嘅佈置。佢當時係住喺西安郊外嘅華清池，身邊有幾十個自己嘅衛兵，但大門同埋院子都係張學良嘅人把守嘅。張學良甚至仲指派捉蔣介石嘅佢嘅手下預先進入到去睇一番，連蔣介石嘅臥室都睇過晒。12月12日清晨，蔣介石啱啱做完咗每日佢必做嘅早操，正穿上衣服，突然間聽見槍聲連續不斷。張學良派咗400幾人進攻佢嘅住所，蔣介石嘅衛兵奮起抵抗，死傷慘寂。蔣介石心知不妙，連忙跑到後山，佢嘅身仲未換好衣服，淨係着緊睡衣。最後喺一個荊棘叢生嘅岩穴裏邊被捉住。當時佢嘅鞋都甩咗，背部受咗傷，跟蔣介石一齊跳牆逃跑嘅隨從都被打死。蔣介石能夠活下嚟，實在係有啲幸運。當蔣介石被老叫聲一傳開，我哋就睇到幾方面不同嘅反應啦。當然最高興莫過於毛澤東啦，佢要求張學良立即處決蔣介石，就算唔處決都要交俾人民公審，並且叫張學良派飛機嚟接周恩來去西安一同策劃。但奇怪喎，張學良並冇咁做喎，何解呢？我哋就要睇一睇蘇聯對呢件事嘅反應啦。12月14日，蘇聯2大報章《真理報》同埋《消息報》都頭條報道此事，並且嚴厲嘅譴責張學良，指控佢係為日本人服務，並且絕不含糊嘅支持蔣介石。呢一樣嘢嚇咗張學良一驚。原來張學良同周恩來過往一直都有秘密接觸嘅。周恩來極力說服張學良同埋楊虎城嘅東北軍同紅軍合作對抗蔣介石，而張學良亦以為呢個係黃金機會啊，取代蔣介石嘅領導地位。所以當佢成功擄劫咗蔣介石之後，立即發咗一封電報俾呢一個嘅毛澤東，劈頭第一句就話：蔣之反革命面目已不現啦。接住就話佢要改組聯合政府。由此睇嚟，佢以為自己喺毛澤東同埋莫斯科支持之下，坐上聯合政府嘅第一把交椅。相信呢個亦都係周恩來一直游說佢嘅計劃。周恩來嘅計劃啦。
張學良一直以為蘇聯極力支持呢個計劃，所以蘇聯嘅反應嚇咗張學良一驚。原來周恩來對佢所講嘅全是謊話，佢覺得佢自己受騙啦。或者我哋會問，點解史太林會支持蔣介石呢？從現今發表嘅蘇聯檔案嚟睇啊，解封咗個檔案嚟睇咧，事情係非常明顯嘅。蘇聯一直係怕日本，史太林希望日本與中國開戰，佢就可以得漁人之利啊！佢唔以為公子哥兒嘅張學良能夠領導整個中國抗日，唯一可以領導中國抗日嘅只有一人，就係蔣介石，所以毫不猶豫站喺蔣介石呢一邊。更明顯啊，佢就係將贊成殺蔣介石嘅蘇聯官員阿圖洛夫將佢槍斃。由此可以見啊，史太林佢嘅諗法係乜嘢？張學良得悉蘇聯嘅反應之後，就去見蔣介石，面對住蔣介石嘅時候，不禁流出眼淚，後悔自己行為輕率魯莽，並希望秘密送蔣介石回南京。我哋要睇一睇國民黨方面嘅反應。12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向張學良宣戰，並且派兵朝着西安前進，派飛機去轟炸西安城郊。張學良深知，如果得唔到蘇聯嘅支持同埋援助，張學良同埋紅軍絕對唔係中央軍嘅對手，所以就決定誤殺蔣介石。而且佢深深知道留喺西安係非常非常危險。佢開始發覺佢手下唔少人都係共產黨人嚟，或者係同情共產黨嘅，留下嚟嘅對佢極之不利，危機四伏。於是佢唔單放咗蔣介石，仲跟佢一齊去南京，甘願做蔣介石嘅階下囚。為咗安全起見啊，佢決定接見周恩來，並且安排周恩來同蔣介石見面。當然呢一切都係有蘇聯在後邊安排嘅。呢個時候，宋美齡同埋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嚟到西安談判。起初蔣介石拒絕見周恩來，但莫斯科就諗出一條絕計啊，叫周恩來帶俾蔣介石一個好消息，就係莫斯科願意釋放佢嘅仔蔣經國翻回中國。其實呢個亦都係周恩來同埋蔣介石見面嘅一個條件啊。於是蔣介石欣然答應，並且藉此機會向外宣布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就咁樣結束咗呢個西安事變。當日下午，蔣介石夫婦離開西安，與佢同行嘅仲有張學良，佢甘願成為蔣介石嘅階下囚。張學良嘅晚年係點樣呢？係1936年12月30日，國民政府任命李烈逵為審判長，處理張學良嘅軍法會審，最後罪名成立，判監有期徒刑10年。但當日下午，蔣介石就呈請呢一個嘅國民政府予以赦免，得國民政府委員會一致通過。但張學良仍需交俾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所謂管束，表示張學良從此失去咗自由，過住被幽禁嘅生活。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張學良曾經寫信俾蔣介石，請求准許參加抗日，但蔣介石勸佢好好讀書啦。1949年，蔣介石撤到去台灣之前，曾經秘密處決咗西安事變嘅另一個主謀楊虎城，佢全家被慘殺，而張學良則被押往台灣。據聞蔣介石原本亦都想殺張學良，但為宋美齡所反對，並且對蔣介石話：如果你對張學良不利，我立刻離開台灣。究竟呢個係咪事實呢？就不得而知啦。張學良一直被軟禁，直至到1961年秋天先至獲得解禁。佢曾經對一班好友咁樣講過：我幾十年失去自由係應該嘅。如果我係蔣介石，我都會槍斃張學良，因為呢個係背叛嘅。但蔣先生讓我活下去，呢個係蔣先生嘅寬大。我一生最痛苦嘅事係蔣先生殺死咗楊虎城，因為該死嘅應該係我。
張學良獲得自由之後，離開咗台灣，喺美國夏威夷定居。北京政府曾屢次邀請佢回國，都被佢拒絕。佢個細佬張學思喺文革嘅時候被鬥死嘅。佢曾經向人透露啊，話依我本願，好想回大陸睇一睇，主要係睇一睇東北鄉親，並且替父親掃墓。但我又好怕捲入爭執嘅糾纏中。我已經遠離政治啊！我唯一嘅願望係大家忘記我嘅名字，以致我唔再受政治嘅糾纏，不再有記者嘅打擾，求閒雲之清靜，遠野鶴之超脫。1955年，張學良喺宋美齡引導之下，決志信咗耶穌。佢同趙四小姐亦都受洗歸入基督，真係真真正享受閒雲之清靜、野鶴之超脫。或者我哋做一啲蓋棺定論吓。蘇東坡曾經寫過一首詞嘅，叫做《滿庭芳，蝸角虛鳴》，非常有意思。蝸角虛鳴，迎頭名利，算來着甚干戈。士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盡放我，些此疏狂。8年裏問教士序，36000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仿。又何須體死，說短論長？恨對清風皓月，台因剪。雲幕高張，江南好，千中美酒，一曲滿庭芳。第一句就話蝸角虛鳴，迎頭名利，呢個係來自莊子嘅一個寓言。喺倭國嘅兩個國裏邊咧，有兩個國家，一個叫做竹國，一個叫做蠻國。為到少得唔少嘅土地，互相打仗打得難分難解，人類睇見就非常可笑。但係人類為咗少少嘅名利，爭來爭去。如果係從一個更廣闊嘅視野嚟睇，咪就好似啲蝸牛角上嘅小動物一樣咁可笑。人世間為咗權、為咗利、為咗名，打個你死我活，值唔值得呢？呢啲都係渺小如微塵一樣，更何況士皆前定，誰弱又誰強呢？張學良係一個悲劇性嘅人物，究其因不外係個權字作怪。所以當佢成功老劫蔣介石，發第一封電報俾毛澤東，開頭第一句就話蔣之反革命面目已不現，跟住佢要改組聯合政府，明顯講出佢嘅心聲，以為自己喺毛澤東同莫斯科支持之下，做起聯合政府嘅第一把交椅。捉蔣介石絕對唔係逼佢抗日，而係為咗奪權。有關呢一點，張學良至死都唔承認，但佢嘅言行咧，就反映咗佢真正嘅動機嘅。我諗到聖經傳道書，所羅門王喺傳道書第8章有咁講話：他不知道將來的事，因為將來如何，誰能告訴他呢？無人有權力掌管生命，將生命留住，也無人有權力掌管死期。這場爭戰無人能免，邪惡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惡的人。這一切我都見過，也專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時這人管轄那人，令人受害。然而我準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終久必得福樂。惡人卻不得福樂，也不得長久的日子。這年日好像影兒，因他不敬畏神。所羅門王講咗一個事實，儘管居高位嘅人擁有權柄，但面對住死亡卻是無能為力，因為無人有權力掌管生命，將生命留住，亦都冇人有權力掌管死期。人係有限嘅，面對住死亡顯得幾咁無能、無奈、無助，只有神先係掌管一切嘅主宰。就好似約伯記所講啊，賞賜係耶和華神，收取亦都係耶和華神。權呢一樣嘢好危險，好危險，絕對嘅權柄
可以使一個人絕對嘅腐敗，然而每一個人都唔能夠逃避神嘅審判。張學良喺晚年嘅時候，終於看破一切，做咗人生最重要嘅決策，就係相信耶穌。好，我哋講到呢度為止，下次再同大家講另外一個嘅風雲人物啦。拜拜。